事後佘詩曼最近牽涉一場風波，一個自稱係台灣編劇嘅網民吳樂喺社交平台上發文，指責佘詩曼嘅團隊收到劇本後已讀不回，引起港台網民熱議。嗰位編劇喺文中語氣好激烈，批評佘詩曼團隊係庸才瘋子，仲公開咗幾張截圖作為證據。事件曝光後，網民幾乎全部都支持佘詩曼。好多人認為藝人團隊每日收到大量劇本，冇義務逐個回覆，咁樣公開審判有情緒勒索嘅意思。有網民直言，唔回覆唔等於看不起你，仲有人形容佢係碰瓷頂流失敗。面對網民嘅批評，嗰位編劇再發文，試圖解釋自己唔係針對佘詩曼個人，而係對整個行業嘅冷漠感到失望。不過呢個解釋並未成功改變輿論風向，反而被認為係情緒失控嘅表現。佘詩曼本人至今都未有對事件作出回應。